国内消息来看，新竹今年新竹县的柑仔因为可看农民是损失甲真严重，而且连年就要过年啊，峨眉乡的农会就专工办活动，希望会当甲农民斗销出去。 规岛海的柑仔看在做事人眼内实在真唔甘。新竹县的柑仔今年受可汗影响失收，农民损失惨重。为要甲农民斗3工，当地农会办活动，民众来到现场会使坐在柑仔树下骹，食纯正的客家好料。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尤其呢，今天在峨眉乡那个桶柑，哇，真的是入口即溶，而且呢，好有水分哦。然后这里的茶，东方美人也是非常棒的。橘子在我们的冬天呢，是代表大吉大利的一个意象。那我们感觉到在疫情的阶段，在台湾我们还可以有这么丰盛、这么喜乐、这么平安，可以吃到这个富贵之餐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也很感恩。除了有好料通好食，农民嘛配合第二波的农游券来买国产食材，也是加工品，满1000块就使得到250块的农游券。农会表示，这柑仔无论风味、外形、把持、程度、水分甲酸甜度，品质拢真好，适合过年拜拜送礼。希望大家来这佚佗，顺便买寡柑仔，帮助农民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